各位馬迷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暗排出閘嘅最新賽馬數據分享。今日我哋會從數據同往績角度講下3月1日沙田兩場賽事嘅觀察。我個人覺得第3、第4場都有值得留意嘅馬匹。第3場嘅2號晉傲星連續2場跑得好，表現穩定，上場直路初攞位唔順跑第2，今場對手弱，仲有潘頓線路萬里孭飛，係時候保重。另外第4場嘅11號奇異歡聲，上次無啦啦放頭輸咗，今次換配備，如果守到3至4位就應該好好跑。同場有隻熱門手機標勁，增程大外檔孭飛，提高咗奇異歡聲嘅直播率。3月1日沙田仲有2場我覺得 win 得嘅馬匹，就係第6場嘅2號米奇同埋第10場嘅10號發財先鋒。呢啲純粹係我嘅個人觀察分享，請大家量力而為。多謝收睇。